計量學係確保各領域測量結果準確與一致嘅關鍵基礎。無論喺科學研究、工業生產定係日常生活中，計量都扮演不可或缺嘅角色。透過將抽象嘅物理量變成可信嘅數字，例如時間、溫度、長度等，我哋先可以安心信賴日常生活中嘅各種測量結果。計量亦推動測量標準嘅制定與落實，令測量結果喺唔同場景中保持可靠同一致。計量學，日常生活中信任嘅基石。好耐以前，各國採用嘅計量方式各有不同，單位繁雜，換算困難，令科學研究、技術交流與國際貿易面臨重重障礙。為咗解決呢啲問題，國際社會建立起一套統一嘅架構——國際單位制。國際單位制由國際計量大會制定同維護，該大會由會員國政府代表同觀察會員組成，致力於確保全球測量嘅準確性同一致性，讓世界各地嘅測量結果能夠互相比較。國際單位制以7個基本單位為基礎：長度米，質量千克，時間秒，電流安倍，熱力學溫度開爾文，物質的量摩爾，發光強度坎德拉。以7個基本單位為起點，可以組合出無數嘅導出單位，用嚟描述更複雜嘅物理量，例如速度、力、壓力同能量等。呢啲單位共同構成一套全球通用嘅測量語言，支撐科學研究、工業生產與日常生活嘅每一個角落。香港喺80年代經濟迅速起飛，紡織、電子同塑膠等工業蓬勃發展，對高精度計量需求大幅提升。為支援本地產業升級與技術發展，香港於1984年成立標準及校正實驗所，提供可靠嘅計量標準，為工業與科技領域奠定重要基礎。喺過去40年間，實驗所持續拓展其計量能力，逐步建立起全面嘅物理計量參考標準，以復現國際單位制嘅基本單位。期間亦設立多個專業實驗所，喺高壓、力學、聲學、納米計量、光照學、三相電力同振動等領域提供校正服務，令香港嘅計量能力同國際接軌。2025年，實驗所遷入新落成嘅將軍澳政府合署，標誌住發展嘅新里程碑。新設施提供更先進嘅環境與設備，讓實驗所能夠進一步提升計量能力，並更有效支援香港嘅科技創新與產業發展。標準及校正實驗所長期積極參與國際計量活動，並持續深化同世界各地專家嘅合作，以研究成果同技術交流，體現對推動計量學發展嘅承諾。透過定期參與國際計量比對活動，實驗所驗證咗自身測量結果嘅可比較性同溯源性，確保本地所採用嘅計量標準同國際基準相符。實驗所透過舉辦唔同主題嘅專題討論會，將計量知識帶入社區，推動公眾對計量嘅認識同理解。同時，透過能力驗證計劃，協助其他實驗所評估其測量精度，提升整體行業嘅技術水平。此外，實驗所亦製作教育影片，開放實驗所參觀，並舉辦研討會，以多元方式支持香港邁向科技化嘅未來。標準及校正實驗所致力於建立同維持精準、可追溯嘅計量標準，為香港各行業提供可靠嘅技術支援。喺電學計量方面，我哋採用2項量子標準：可編程約瑟夫森電壓標準以及量子霍爾電阻標準。呢2項量子基準能夠提供極高準確度嘅電壓與電阻。透過將呢2項量子標準結合歐姆定律，可以復現極高準確度嘅電流標準。呢啲標準具備可追溯性，並進一步支援射頻、交流電等多個計量領域。喺時間與頻率計量方面，我哋以色原子鐘同氫原子鐘與國際時間基準進行比對，從而產生具高精準度嘅時間信號。實驗所以點穩頻氦氖激光器作為長度計量嘅原級標準，並保存國際千克元器第75號複製品。
兩者共同構成我哋喺質量、長度及相關物理量上嘅核心計量基礎。喺環境計量方面，實驗所設有多個專業實驗所，溫度及濕度實驗所負責校正各類溫濕度計，光度及輻射度實驗所校正光照度計，聲學、超聲及震動實驗所則處理相關儀器嘅校正工作。呢啲實驗所為香港提供與環境相關嘅全面計量服務，支援工業、科研及公共安全。我哋相信，精準嘅計量係持續改進同卓越表現嘅驅動力。我哋致力維持可溯源至國際單位制嘅高品質計量服務。我哋力求研發與推廣創新嘅計量技術。我哋係標準及校正實驗所，以計量為日常生活建立可靠嘅基石。